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6月3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篇，历代志下20章第5节到12节，加拉太书第5章第7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阻挡。昨天我们谈到了没有别的神能够与上帝相比，因此我们知道没有人能够阻挡上帝。首先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历史记载。根据出埃及记第7章到12章经文记载的10个灾难的经文，我们看到法老王他想要从他所崇拜的诸神这样的能力来阻挡摩西口中的耶和华上帝。没有想到法老王他所请的出来的这个神明呢，每一个神明呢，一个一个都败下阵来。因为法老王从他的多神崇拜这样的一个基础来看摩西的上帝，这是一个上帝。他以为他所崇拜的众多的神明们的能力足够以阻挡耶和华上帝的能力，因此他就一个一个的将神明请出来，与摩西的上帝耶和华来对阵。没有想到这个独一上帝耶和华上帝却是以一挡百，没有人无人偶像或是说神明无人能挡。在以色列的历史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也看到传统宗教的偶像根本没有办法跟上帝来比拟，但是那些偶像崇拜者却是好像想尽了办法要来阻挡上帝的作为。历代志下卷20章第5节到12节这样说道：他们和耶路撒冷居民聚集在圣殿的新院子里面，约沙法王站在他们面前，大声祷告说：上主，我们的祖宗的上帝啊，你从天上统治地上万国，你有大能大力，没有人能够阻挡你。我们的上帝啊，当你的子民以色列迁移到这里的时候，你赶走了这地原先的住民，把这土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代，永远归属他们。他们一直住在这里，也建造了圣殿荣耀你。他们知道，如果有灾难临到他们，惩罚他们，好比战争、瘟疫、饥荒等，他们可以到这座敬拜你的圣殿来，站在殿的前面。他们可以在灾难当中向你呼求，你就垂听他们，援救他们。现在亚扪人、摩押人和以东人来攻打我们。从前我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你不准他们入侵那一些人的土地，
所以我们的祖先绕道经过，没有消灭他们。现在他们竟这样的报复我们，他们要从你赐给我们的土地上把我们赶出去。我们的上帝啊，求你惩罚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力量对抗来攻打我们的大军。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有仰望你。因为上帝是听人祷告的上帝，他赐下怜悯给所有跟随他的人，他抵挡那些骄傲的人，他使阻挡他的人都落败了，使那一些跟随上帝的人们能够依靠上帝来抵挡那些强大的力量。保罗在写给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们这样的书信里面，也提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保罗也同时提醒了基督徒应该要服从上帝的真理。特别是我们看到加拉太地区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传统宗教的挑战，也面对的罗马时代的人，他们所强调的希腊智慧这样的学术来挑战基督的信仰。在书信里面，保罗说：你们一向表现得很好，是谁阻挡了你们，使你们不再服从真理呢？这种劝诱当然不是出于那呼召你们的上帝。俗语说，一点点酵母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是的，真理上是没有妥协的空间的，否则的话，在言语间，在思想上，在信仰上，在行为上各方面都很可能深受这种文化传统负面的影响。如同在台湾，葬礼的通知书仍然有许多的基督徒使用那个在外面有一个复音的字，复，里面有一个文，内容还有仅占语。这个占虽然是詹天佑的占，可是它是占卜的谐音。甚至有看过一位牧师，他在撰文表彰一位已经安息的牧师的时候，提到这位安息的牧师在他的牧会的过程上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公义的坚持，他的功劳极大。后来这一位撰文的牧师呢，他在最后给这位安息的牧师写了评价，他当中用了一个词，他说他功德无量。牧师看到这样的一个文字，实在是心里觉得很难过因为撰文的也是一位牧师，却是受到民间宗教非常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功德呢，这样的思维是完全跟基督信仰是相违背的。正如保罗给加拉太地区基督徒的提醒与教导，保罗说，一点点酵母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保罗又对加拉太的基督徒说，可是我仍然信任你们，因为我们同在主的生命里面。
我深信你们一定不至于跟我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只是那扰乱你们的，无论是谁，将受上帝的惩罚。兄弟姐妹们，我若继续宣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我若这样做的话，即使传基督的十字架，也不至于成为他们的障碍了。我倒希望那些扰乱你们的人自己去阉割。诗篇13篇，上主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永久吗？你转脸不顾我要到几时？悲愁日夜侵袭我，我还要忍受痛苦多久？敌人向我耀武扬威还要多久？上主，我的上帝啊，求你看顾我，应答我，求你恢复我的气力，使我免于死亡。别容许我的敌人说，我们把他打倒了。别让他们因为我的失败欢乐。然而我依靠你不变的爱，我要因你的拯救喜乐。上主啊，我要向你歌唱，因为你施恩厚待我。我们是蒙福的基督徒，感谢上帝赐下救恩，求主帮助我们坚持在信仰的真理，不与恶同行，让我们走在主的真理道路上，使我们得生命。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